好来继续来看中华邮政每一年推出的生肖的邮票，拢真受欢迎。不过，有民众来讨论，讲起买年的邮票，那用华语念伤紧，就无小心听起来，亲像本雅的字眼。邮政博物馆所举办的买年特展，前2字听起来嘛是本雅，到底是倒2字呢？做伙来看。一红一白釉路的雕饰甲花草。 中华邮政推出的生肖邮票，每年都要马到成功啊！要不你甲想看卖，蛇年推出的叫做蛇邮票，那咧蛇年要过啊，每年邮票应该安怎好？伫网络引起热烈的讨论，讲摕钱要去买邮票，那用华语讲买一张这款每年的邮票，唔知要安怎讲较好？惊讲若无细字，有本雅的谐音，人会生气。连董事长嘛一直笑，就惊讲这个语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，唔若邮票尔。邮政博物馆嘛推出特典，因为这个名歹势直接讲出来，惊引起争议。我会觉得说它听起来好像有点像不雅字眼的感觉，觉得很有趣吗？对，对，妈很好啊。那个名字起得很好，现在年轻人呐、都是要这样才青年化。这个时代普遍拢会当接受，拢就是讲过年过节趣味就好。 马德布思议非常的好啊，因为这个年代本来就是应该要有无限的想象力。毕竟不是逐工咧过年，下一匹马就要搁等12天。邮局算这个谐音变创意，或者邮票卖你手中的时，加一份趣味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